的网友都好，欢迎来收听金光时尚节目。今朝节目时间里，请来做收听由徐云之、王云双档在场的上片台是三线，倾听其思维。8号，为是取向北大夫妻龙井镇。那么你所要的讲，越小偏逢取向大的解释这些，困那个当时也如老乡，今这半个10岁，老这起来个手里付不出，根本他当的。这样了，大辈上后地里向打个老辈来商量，这老辈们的谁的人呢？阿姨说让我把手指，这个老辈们领导的房间里向，所以以他们上台子，我去搞上才艺，你欢喜和了，完了经济里为和么的没好，不晓得上手了你个当时你是初次嘛，你好上。所以离那个房门跟随不顾进来，那不零3栋，对个忙一浪口啊！上不好分解这个老板来让后头对，你头顶子一口没得没哈，我做那家洋洋的鱼，女装在干啥来着？那么就在我的啥么子呢？不呀，随我去想人本不是。想到是推想的，越想越开心。上不好呀，后门才是一帮高女来呀，我一把手指，甚至为自己太会之力。把手指就我害了，根本那无法子呢。我一上đầu的手山上向立下一位美人，美人身上空闭着迷纹，那让但是这个两张眼睛呢，那让对着我的看。đầu的手山背后的我也在线路，线路的手里上走下一位独自相公。带起这个头，让这位美人看。现在个手山上向，手下一个手狼人，让对着两高头忙，这个人没来没去。不过当然讲个我们还在手里上名称你，一周你的没有哪里在。去当为见送。哎呀，今天我眼睛出来，个头长忘记他哪里去。路口当人去山到，根本那没法呢，还是眼睛，两位落这个没铺吧，这个没铺落了啥地方呢？没还不讲。这手上人跟他丢个一次楼，当不好张印2个字啊，落了一次楼上，真正像磨米这个一点点，外头再用台么是这一点么，
粗心地个朋友看起来随便哪看不出。我哈子至于仔细一望，还有啥宝对了，随随带带在一个把手指上向一看嘛，500宝贝，那么定心的。哎，这老板接上来嘿，这讲这实的是个痴子吧？这让事实是我啊，三位是让你对吧？一人去倒一杯茶，趁你老粉吃的辰光嘛，三敬出杯茶了让你对吧？倒这一杯茶，昨日让老林再动呀昨日这杯茶上得一眼眼，才光指出来个当谁人这个人啊，最大的不比。看苗的不对不到是吧？八月挺用着，上班不是看出个神来呀，为分过上来。那是过了海才打牌的，八月挺用着。这个当时听起球队只好得带下来回去。本在旁门跟前，别搞起对付你气吧。你说个路头讲，说个老板连那后头老弄对哟。看上去这个叫什么把我知了不知道了，要准备是台上得来放一放，手指拿起来这一只喊，打在昂去。弟子是你最为了别来这，你气吧哈。您在这。哦哟，别忙的这，到南京上做师傅吧。老板一好发出3个5年呀。哎哟，也说你出门的。当发户出来嘛个受让人迷的工，那里给他当时个穷极了，看了5号些，看个理想工出来嘛，过来一打火手，实在到接受了。理想官，你理工，这经过跟来跟讲不是个道理哇，我们你要当地嘛，衣裳脱下来，我们当年拿在一打龙仙地当下去当主动留来嘛，开箱我手里啊。你放心地了。我们你拿得来？我相公这些年子余了。我们拿得来也不说。那是。还是该把手指还当银子啊？是。这讲哪用法呢？你去当银子就是了。讲我拿把手指到地当里向去当银子啊？你这里绑到地上来。手指还当银子嘛，册子还当银票。法律的规矩。要手指嘛，哪好当呢？这我不是海外当地嘛，存在做事的。都3口子们一进来让各出个劲啊，把头面手指我分当起个样。各种头面手指嘛，做国子女国丁，他当个38米呀，不是不管，你到手机里向叫我啷个？那听那个词，你哪会都和我讲？我个为胡叫，一个猪叫那里个。啥子这个我才当个？当个。我是蛮晓得的。你要想打去，是吧？那么从看了你不能打了，那么跟我去当地我当把手指，那么我专门你要溜，还是我蛮晓得个？对。说对我这样去的嘞。你放心，我不会走的。那我听那个，我也没老实个。预备到地当里向来把它很多看出来个。一个你们听，以良心包了当中点上来说。唱3个嘛，我们银子分多少唱啥歌？拿我们的头面的收益嘛在唱还是手地嘛手地也吩咐。昨日是在院里狼狈嘛祷告不晓得了。背了台上去。我记没得？你不要我外出来你放哪里？我在此去等于你。怎么去啊？其实俺不里到处都不对哇，我总要用眉毛那里。一看嘛，跟你呀手里的打一打杀手，杀手老乡个的哇个哇，杀手那个叫什么山顶啊，放些海底了，西瓜光的这样，开出去来嘛，阴暗不个的。说啥？大娃哥，你毛病哇？没办法哇，
那么是按照小时同你照顾啊，现在对啊，小时老下个别出面公个小伙子啊，叫他这个妻子啊，假使你到土地那么来打工拿高子的说开那对不挂你，我要做幸福来吧。那都怪上你哭了啊！你到雨山的么告诉刚才看见雨山的到吹分子，分子老乡家哥啊，喂，好怎么样？我就说个那个把你翁的啦。现在为还门口的水里呀？哦，这好给，嘿嘿嘿。那么我你个啥小子从来照顾啊？哎，假使一个小伙子的侄子到雨山里来，要跳了舞呀，你说叫当成了分手里。哎，怎么嘞？啊，你怎么嘞？啊，哈哈哈！两笼梅不用好的，那要用三笼梅我的跳上舞啊！哎，这个看见对个啊，一杯药底呀，药底里个老杯叽里哗啦，那不手掌呀！哦哟，药底里个老杯啊！你没地方？哦哟，你的公司客气啊，飞行啊！老板敢拖着。哦，我是上一负责啊，一早是为心里嘞，为了肚子还要有心打得起，那么也是的。啊，这个说嘛在说一副飞机嘛在，先我来拿啊，我先副动力不来啊，我到现在帮你照顾点那个大，有个小伙子上午啊，你当烧了，你当成厨师啊，还有什么对，飞龙没有用，好的，好上去啊。哎，出美的呀！呀，听里个么早起呀，这啥子个人啊？个人啊，这个帮着指挥提醒啊！说你们常飞个金山五路金啊，个朴素子呀，那很好去当户人哦哟，这个噻，哈哈哈！一当啥抠门，一抠一个毛子，这把是过成了一个当子，神光为这里呀，你打到里下面当的一个人，但是你女儿呀，不人当，进来的一个300个人天天，里下是高举的，还有各种手风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还有杀气这个眼睛啊，这个是中原来当的啊，像啥有高子们，以前我黑上的。一想从当铺手指中的不来事了，说不出个样子。这都这裤子多到时代上是硬往后的了，这手指个分当些个里，难怪去。而且这个头居然不是新奇，一个这啥是三块头了嘛？这是，推上啥个门啊？对阵之力。哎，这个人上路是啊，是当的啊。这个我少爷我不大懂啊。哎呦，你晓得全部侪是会追人了。这个上面一记得懂个当的，哎，我当的。哎，你当的哦，快上来。这是当的嘛，给你落在局台上来。你这个听错了。哦，给他龙井镇上当的要举上去的，举台根不给我拿补上去了。啊，这个娘舅啊，是叫你娘舅，叫我举上去都是长辈啊，叫娘舅啊。说你放一张鹅皮下来嘛，是弄好被子上来举上来。哎，上路是吧？你在我说不追人，听得懂的。哎，小叔啊，那现在当的没是我在举台上来，在两那个一个举上来没打举不落啊，有啥么子说？哦，挪到举台上来。哎啊，晓得在。哎，当啥么子当？当啊！哎，这个当旋风。好的。啊，旋风还当啊，不是，那我是当的。上的啊。这个旋风啊，我建议上的旋风，我们当副手指啊。当手指。哎。弄上来你。啊，晓得在。怎么弄的来？这种枪的。弄上来啊。哦哟，一想不对不，这样我们拿把手指拿说上去，里头弄到水，炸开锅烧了啊！你动起了，这你来捋不香啊？当锅头的手指啊，高头一个干出出来，别把口杀光。这样啊，被抓起遇到了这个手指的病啊，作为一个恶人，
老把手指说上去，那就是上楼道上干了帮三四个，我把手指再打水里哗啦一开来。那么你看苗队长身体真这个上向于走着，哎，看苗队发在别里把他抖出去呀、大风对把手指得来一望哟，哟，这把手做得好啊，想法是堂屋啊，不过有点吃不准，眼睛弄过不来，干不啦头举然问。头举然问要有本事的，你才要看得了，不能找个当下来吃到冲后是不对的。一看嘛，个把手指别夹得了。哎呀，可是当不好个我啊！啊，落一个没看啊，哎呦，二看啊，对么是怎么了？落了一次路浪向，那当不好个我得个不别夹手指浪向啊！那么个头举然问打个二举然问，为个三举然问，大家让商量。哎，啊，这是大话。那不是大大话。啊！啊，这是黑呀、啊，黑呀！黑的了方非得。啊，这是黑皮狗。啊，黑呀，黑呀！实在换句人是黑的了方不得害怕，根本你到黑呀，黑的了方非得黑皮狗。你的用听错的，哎呀，你都老商量，当这个面孔黑的打屁股这个，你弄错了这样，要这样走嘛？哎，拿去。我来拿去。没来，那个叫什么？啊，干什了？哎，该把手指当我。那么你眼头的，找个当我，当包个当我。当不好个当我。哎呀，当了。哦，当好了。该当个是。哎。那你讲啊。哎。有一个头长没当不良，现在没头长，这个没看，再当四两。哎呀，当。哦，那么弄传风当可厉害了。当个不然呢？传风当把手指当我先了。晓得啊，对的啊。行话说只一并当四两。打一黑嘛，上桌浪向个开张当票，这种自然小灰子了，他出主意是干的。一张当票开好拿4两银子啊，搞不了传风啊。传风拿子过来，马上举来浪向一放。哎。4两银子一张当票拿得去啊？啊，你可以把手指水指我现在好当家，勾是一张当票4两银子啊。哦，不对，要传风用鸡叉的，银子包了举来让我到水身上去拿分抓到一把抓了。传风啊，我人我拿不上不得多来吧。那个就是那个贴钱玻璃，那。好，多来嘛银子当票里雨下来写起来，哒，一个屁头奔出来。阿姨，干么大西瓜噻啊？是的还当银子的。阿姨，当不好个我们叫当啊，不对我。我看各位将公这边在后地里向去我们，哪有这个当我出来？当我们我晓得都就在湖里当不好。各位将公，我门里姓邵，李姓李呀，不对哇！哎呦，实在是当不好啊！你是个废物来哇！当开了这里吃子，你吧，实在是当不好的！哎呀，你是个废物啊！这个屁的奔过来嘛，当不好，等了小树浪下闷子啦。像哪个树浪你回不来了家，我也不当不理上。要想到树头浪来来嘛，可以晓得啥树浪个老大，哎呦，没热心的呀！哎呦，那个厨子来着，那么我咋听你吃干子的噻？哎呦，当帮手到雨山的，哎呦，你来噻！我看你那么热里，哎呀，那弄得倒来倒去。你的工业进河水嘛？哦哟，啥子啦？这公分水了，人家狗条样子啊，再不是啊，弄错再不是吃子，像你要死来，不当本上。你要进到厂里向，别个闲话说个地址的。哎，当初要上的，就让人作业，语言不是坏的。好在你还坏的，可以的，当初要啊，可以。你哪晓得这叫？
哎，主教，哎，我不是姓张，那我是姓狄呀。哎，你不要骗我噻！啊，嘿嘿嘿，你是个废物嘞！我当开了自己吃自己你不是？我不晓得，你当讲你当家风是个保守之当，把我当我。嘿嘿嘿嘿你真是骗人呀！那，一张当不要是2银子。嘿嘿嘿。你既然晓得，那么我也不必要谋利在，一张当天顺便看一看，2银子不值吧？啊，主教，哎，既然如此，你不要再为敌多讲。哦，你别说这个我不想了。这4两分银赏与你。啊，是手的啊。嗯。哦，那么我们来了是长3个银子拿的。在拱手去为你。啊，哈，根本没还，真的是俺们这啊！哎呀，条条大对啊！当8号天津没做大的少，天津啊，到收据去嘛，来到手机去，我们等了此地啊，登记一天嘞。你看见做姿势做头要么别想哦，别说我你此地啊，还晓得？就那你说你会得这个我做怪明白是吧？那么说什么？你不想去嘛，我这次手机嘛，我为了天天的让你发财啊！哎，你去东马的手指，我就来打你哦。手机的当里向还有当起银子来为了多了，当时让人开心啊！哈，这条条当中呀，长3个银子在手机在送去，就不厉害了。那么就让人啊开心的了。高头在药店里拿银子，对塞不去买一副底薪，就去先生来发支付。我以为5个儿子啊，你还领证啊？个5个领证嘛，也先生的，俺就吃冰吧。门药店里来费吊子你们的水晶了，就那么考试让你考你买底薪不来当8号吃，私底下给他高3回吃，当8号生我3号吃，2、3的走起吧。当然上我们，你提供为得手机，你手机我里想是了让长门外的了让忽悠了我身帮上下，哪里我另外看哪不？我里开心啊！对了，告诉我我要发财的，是哪发财呢？是你不要去管理啊！不懂你买手机嘛，你发钢筋我找8头就要去买车，毛来的懂的呀，多买些手机呀，正当8号走来。哦哟，登上有的了，原来弄得空的了不得了，一当8号啊走来又要天天里个啊，原来就当上做姿势嘛，就让人就说出来，这个做姿势的辰光写得了，也来放个当8号，都一打开，这个的当营一上路啊，最高来相互的门已经开，当8号登了啊是跑来跑去，啊，想红色老些。你一份10个包厢，你是后领有啊，放下过5人之客，吃食上西啊，寝室一片薄，因为你发光，我是在东地嘛，高档啊，这个菜，因为谁让当的后半周就写得真的忘记了，混得不得了了，为是让我太贵领下了走西吧。再是忘记这种了，那么你猜的是我眼睛不灵，不来海风吃我的眼睛啊！你干没的怪叫，实在你眼睛没黑，所以你干来为想在，真的忘记了这种里，但你过一点香哎，要过一点香哎是你这个再香个面目是再香的，分10个，红色猪来趴的头。当然王子在位里相似，东岳是叫，西岳是叫，高这样两旁比中位的主王膝盖，用南一来不可以定相符，都来不去。
这你这样下雨大，无为是东。记那门里八月转金兽，门上将军人双马雄啊，起的来一块上的一块，往在那个位置叫别湿了啦，这样冲出个湿了啦，这一块啊不是地叫啥叫啊？是那家有开始他是这个三个都是笑得很。言之千万是真，公既那周瑜分量去地盘。你真能一把皮送送两把个雷灯加必备门灯一飞过去中真人啊是多来帮去，哎呀，哪一来么丁香夫人，都是雨下红知己，底下了多来帮去么一看，哎，确实衙门不必呀，介绍贴合一张纸条。来这个上红纸的小个黑字，别个张红纸的发红的，贴纸上女的，一是把天下太阳烁烁，落雨天胖胖热，天下个太阳烁烁，三是颜色个，第是黄纸的这样一张，字晓得来清爽，本上要么司机动儿一名。身家不仁，牛在所来啊！这边我们一个家书懂。一向鱼仔，我唔得违法顶起，让我马身顶起吧。得
里乡去做一个童儿，曲乡呢是一个屋头，我去做一个童儿。童儿到此屋头嘛，正是为楼地浪向白的地上车房不多个，他的放弃锻炼容易。那么我拿进去不是你，但是我跟那哇啦哇啦喊过，你说哎呀骂人，我要骂出自个身体，可是不来过，一做你的女的，让我来跟那外头汪啷汪啷哭，哭得来到里向有人听见出来问我一番句话说上去嘛，马上进去。这样，所以这过来马正相夫高衣裳上想得来一走，这个要哭是要有眼力的了。我心里你说哭出眼里，吃不出哪办法想你，这个长法好想得出。加上他的谁头了眼上里想的，这谁头不是要吃用得上，一个子喉咙哇啦哇啦哭，哎呀哭不能出来玩，再来，哎呀，可恶！真就不能出来玩，把你干的，哎呀，对我吧！这样不能出来讲的，啥人听见啊？抠门的门上人王进是个讲的我。十个人嘛去呀，假设是个土匪，你来让门房给你布面呀，头一上客厅间个，第二上客厅间个，那么你啥了不出来呢？还有像有这种方生意，我还休息上当个，于是把这个门里头来把这哭，那么王进啊是很良心的，打出来门里玩什么地方？哎，我不懂的呀。我记得这个药也是无人冒过这种的呀，不好。我去冰箱里，到你下去冰箱药，拿点人子出来不理。外加上拿纸人子去写字2年，换一套衣裳再来。那么王进听见哭声打出来，也闷着我面孔嘛不可理的。为什么地方？哎，我记得这个药人不懂的，冒过的也是无人啊。我去冰箱里啊。再去拿银子出来，你拿纸去写字2年以来，玩什么地方？我记得这个药人不懂的，他妈那个药色都来嘛，中药美药来几花药来，写几顶下来了，顶几顶下来了嘛，来了这个中汉这个不走了，出门来开白杀了，你再要进来被我听你吃屁股，王进一下不高兴的，现在听见我是个八字出口呀，哎呀，细致。这细致吧不对个，见死不救呀！你也不靠在有根上，也是这个推倒没修出来。天天早起，那一个黄马赖在外邦也要钱多，见了要死了嘛！把后来在外过去看没来着，出来一个大头兵，可是要做得这样的个，轰上人立起来，对我死了！哇！哎，没了！一口你要跳了5里了，你这个黄马蛋，你不开击我，你不死啊！你开击了我，你要死了吗？他妈！什么说了你？哎，你那这地不死呀，口气都出来的呀！好了，过来坐了再说。好了，坐了啊！可你受了高衣裳了啊！一个小孩子，哼，小孩子，年纪啊已经24岁了，还是还小孩子。哎，你这个黄马蛋了。啊，在此也钱多斤呢！你为什么你要钱多斤要死了吗你啊？呀哭啊！好，你不要弟弟哭哭，快细说啊！我耳开以来救你好不好？啊，你是哪里人？姓什么叫什么？你快说呢。是。现在问我，那不问我们家是不来去了，当不好都不来这个家呀。你不要哭，你说。梦中人。
实，一股三无举思想，都罪人要是思想门定的嘞。你是收救人呐？是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姓任康，名修家兵人，口你姓康，叫康熙。是。怎么样口呢你？口里浓，是已经伤心娘。老娘来在死这个在，叫么叫康熙？皇帝是不晓得，当时真的叫康熙。实在当印啊，这个两字起得真好了。康熙两个字不出当印之体了，哎，与其讲当印两个字了，哈哈哈，这父母就死了，可怜呐！你收救人住在什么地方呢？你一面龙口走房去，啊，啥事啊？都衙门弄个口，啥收救衙门弄个？这哪有王狗高嘞啊？突然也要弄口。是。哎，还有什么呢？二菜鱼肉。农家是为罗里在可怜呐，我就像个房子后早在生活，当保护这么听的啊，为这个吹响我的后早在生活的有了，嘿，你个心生得不得了了嘿，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永安之北风去。天里呢说到上水，几口娘就头亲了，比邻就上水个军民了。你家某有你可人看见呢？也开了。怎么说呢？哎呦，能个车呢？他娘就举你吹下死他了噻！可怜呐，你的舅母呢？你想把那个菜到有心气死了。舅娘在家望他他妈那个舅母两岁就搞死人的人，跟人吹他了噻！可怜呐，后来你怎么样了你？我对亲不日回头就。在那家之事，你这也够写的那。可怜了。口里我心亏了呢，公子去狗儿我有的恩夫妻俩夫妇上。
样呢？我今天想你，想冰箱要是把冰城，还是我自个来收，我来发发手心吧。好了，康熙，不要抵抗，我二太医给你儿交钱，你回去做些小买卖，好不好呢？师公，媳妇儿，我哪么样洗着玩？那个时候还我变那个东西呀。都的二太医，内生不言。啊，什么？我给你儿交钱，你怎么不要了呢？我拿了你这儿爹的，用光了一时一的事，倒不是为自己的好物。对了，你必是。好了好了，我二太医给你20两银子，你回去好不好呢？可是你要得上我做哈，你俩银子没东西哦。内生一不要。什么？我二太医给你20两银子，你不要了？二太医，为什么你不要？我拿了你这20两陈银，为大公收，水不能提，鸡不能挑，用光了一时一的事，倒不是为自己的好物。你看中给他块地基了，黄马蛋，怎么要死，哪么也要死啊？你怎么把你不死了呢？你谁的那个时候啊？要我不死，这倒容易哟。为可以举了啊！哦，什么容易？你看呀，这天日亮，不在望，你非有每个小东郎，我是心有内生为下生。对卡进门响，二太医说得最的我，是得此恩永不放。我的牛妹身对看，对，咱四点子这个妻子上有人，想要买一个手动要10个呀。不是自家来，这不是为对头，10个500个呀，哪个当4点子贴上去？哦，你请求美声导师，是我们想以每一个虚动啊，要10字的虚动，你可10字呢？说下是就高牛来越难的，师傅文章几呢？师傅文章几能？还有什么呢？刚才不能听听。切记前几是话，大为师傅本章，沟通无不手背上，我就牙气之上，以来水滴本经，应是谁手分享，沟通无不手背上，留给对他们讲。你这个话我一句都不懂了。好了，你师傅文章简能。是。好。这个问你，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这个，我那么难说的啊，问我还有几岁了？他说我说得到，你在一边特头飞啊，说得飞，说起来年纪特些懂不懂少了也飞啊，可里的港头港那个，调里当知识是的。二太医，你打猜这么一猜，内生几岁了？好，两个猜猜。我看你身体还没瘦掉，一个17岁。17岁。我现在要复口也复口了，口里个张面孔。我看你这个面盲啊，倒有18岁了。18岁。你这个王八蛋！什么也是17岁，也是18岁，是怎么说的呢？你自个说话是了，我做17夸18。你是做17夸18。是。我爹想做生几年个岁数那几科学看，说是起了科学相信没相信？因为你呀根子塌昂水山上的手机后期在稍微对象不相几年，那么等了手机黄金4高香还要对秋子了不想，那么你手机呢有一种风气的，让开药靠我买水在我在
啊，是娘娘们们把这个线路对门个项链讲上了哇。哎呦，三三啊，这个豆豆还不想得嘞，是个呀，哎呀呀，不得嘞哈！哎呀，几岁了家？那娘头嘛，足2岁了，可3岁呀！哦，足2岁，可3岁。那么个往前弄快的一点，哎，足2岁，可3岁。于是足2岁，可3岁嘛，总被做日去了，哭着不。哎，这样子。好，你去找一个亲戚，看一个朋友，做一个中报，我儿带来救你，好不好呢？要中饭。是的。哎呦妈，他身体人家为难的啦，我也中饭。可是我给他理想好比落得来上中饭，况且订中饭嘛，他身体在比难为人了。打理人这个请求吧。哎，像我是想客的，哪来什么亲戚朋友呀？哦，没有亲戚朋友啊。你二太媳生了一个亲戚可好？你我认一个亲戚呢？是。哦哟，认什么亲戚呢？你看呀。我看啊，要不您的儿子啊？哎呦，我高师啊分特性。从来分他些高职务呢，有人要上要这个儿子呢，是句话吧？我们讲句乖话好不好呢？好啊。你是姓康，你姓康嘛，你的老子也是姓康，是不是呢？那都说不过，我记得姓张了我。哦，你们姓康，你的老子啊，这是叫康老三啊。我听叫康老三，但不叫对老三了。哎呦，我是结拜弟兄啊，你是我的侄儿，好不好呢？好啊，来，宋大人这上就是一礼了。我这个好字儿啊，是宋大人。哎呀，罢了，李天全，你讲呀，那个金香不要打推香棒的呀。